午後的陽光斜斜地穿過練功房的百葉窗，在地板上割裂出明暗交錯的條紋，空氣裏浮動着松香與舊木材混合的氣味，那是時光沉澱下來的，築於上個世紀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獨特印記。電話鈴響起來的時候，王菲正盤腿坐在窗邊那像磨損的皮質沙發裏，指尖無意識地摩挲着茶杯邊緣的細小裂紋，那是一隻青花瓷杯，謝賢在某年生日時隨手送給他的，說是在旺角地攤淘來的老物件，不值錢但耐看。他接起電話，聽到對面傳來謝霆鋒沙啞而克制的嗓音，那聲音像被砂紙打磨過，帶着一種極力壓抑卻依舊從縫隙裏滲出來的顫抖。他說：爸走了。凌晨3:17，在養和醫院的私人病房，走得很安靜，像一盞燃盡了燈油的舊式煤油燈。最後那點微光駁地一下，便沒入了無邊的黑暗裏。王菲握着電話的手指關節微微泛白，她了一聲，沒有多餘的言語，只是覺得窗外的陽光忽然間失了溫度，那些原本歡快跳躍的光斑，此刻像是一枚枚冰冷的硬幣，沉甸甸地壓在地板上。壓在他的視網膜上，也壓在他胸腔裏某個柔軟而隱秘的角落。他記得上一次見謝賢是在去年深秋的某個傍晚，他特地讓司機開車到他在北京住的公寓樓下，也不上樓，就靠在車旁邊那棵銀杏樹下抽煙。金黃的葉子落了他滿頭滿肩，他看見他走出來，便咧嘴笑了，眼角的皺紋像是一把展開的折線，每一道節奏裏都藏着故事。他說他路過北京，順便來看看他。其實他知道他是專程來的，因為那天是他生日。他記得，他總是記得這些無關緊要的小事，記得他愛吃那家店的雲吞麵，記得他怕冷，記得他唱歌前喜歡喝半杯溫水潤喉。那天的最後，他從大衣內袋裏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遞給他，說：這裏面有些話，等我走了你再聽，現在別拆，算是給未來留個念想。王菲接過信封，掂了掂，輕飄飄的，像一片秋天的梧桐葉。她隨手塞進包裏，沒有多問。謝賢做事向來有他的道理，從不解釋，也不需解釋，那是足於老一輩人的浪漫與固執，像他演過的那些黑白電影裏的俠客，言出必行，擲地有聲。他默默沒有想到，那個信封裏裝着的是一段錄音，一段謝賢在生命最後幾個月裏獨自對着老式錄音機說下的長長的話，而那些話裏有一句輕如鴻毛卻又重若泰山的對不起，正是對着他說的。當錄音在謝霆鋒的安排下，於一個寂靜的深夜被送到王菲手中，他戴上耳機按下播放鍵的那一那，整個人像是被一股無形的電流擊中，從脊椎末端開始，一路麻到頭頂。那句阿飛對不起就這麼毫無預兆地撞進他的耳膜，撞進他的血液，撞進他靈魂最深處那口早已封存多年的古井裏，井水翻沖，波瀾就起，瞬間破防。這個詞他從前覺得矯情，可此刻他找不到更狹窄的形容，仿佛有雜麼東西在他的胸腔裏轟然碎裂，碎成千萬片閃着寒光的玻璃渣子，每一片上都映着謝賢那張玩世不恭卻又深情至極的臉。那段錄音總長大約47分鐘。背景裏偶爾傳來窗外馬路的車流聲，船有護士推着藥車經過走廊時錄練過地磚的咕嚕聲。謝賢的聲音有些沙啞，帶着病中人特有的那種氣若游絲的虛弱，但他的咬字依舊清晰，語速不緊不慢，像是一個坐在爐火邊的老人，對着虛空中的某個人碎碎地講述自己的一生。他說起自己16歲那年從廣東鄉下來到香港，身上只有5塊錢和一套換洗衣服。住在深水埗的板間房裏，隔壁是肉魚蛋的小販，每天凌晨4點就開始熬湯底，那股腥鹹的氣味透過薄薄的木板牆鑽進他的鼻孔，成了他記憶裏最初關於這座城市的味道。他說他那時候在建築工地搬磚，一天賺8塊錢，手掌磨出血泡，血泡破了又長，長了又破，最後變成一層厚厚的老繭。可他從來不覺得苦，因為年輕。因為心裏取着一團火，那團火是對未來的渴望，是想要出人頭地的執念，是他在無數個失眠的夜裏對着破鏡子裏那張英俊的臉許下的誓言。後來他進了邵氏的演芸訓練班，同期的人裏有後來成為巨星的，也有默默無聞消失在人海裏的。
他是最拼命的那一個。別人練功到晚上10點，他練到凌晨2點。練功房裡只剩他一個人，汗水滴在木地板上，印出深色的圓點，像一朵朵暗色的花。他演第一部電影的時候緊張得手抖，導演罵他是木頭。他咬着牙把劇本抄了20遍，每個標點符號都背得滾瓜爛熟。等到正式開拍時，他一跳就過了。導演拍着他的肩膀說：這小子將來能成大器。他果然成了大器，成了香港電影史上繞不開的名字，成了無數少女心中的夢中情人，成了那個時代風靡萬千的銀幕大俠。他演過楊過，演過蕭十一郎，演過張無忌，每一個角色都被他注入了自己的靈魂。那份洗脫不羈背後是給予的認真，那份風流倜儻底下是深不見底的孤獨。然而在這段錄音裡，謝賢並沒有過多地談論他的輝煌，他把那些榮譽和獎盃一筆帶過，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。他更多的時間在講那些他人生裡的遺憾，那些他做錯了的、說錯了的、錯過了的人和事。他提到他的第一任妻子恩珍，說他年輕時不懂珍惜，總覺得天涯何處無芳草，等到真正失去之後才明白，有些人一轉身就是一輩子。那份悔恨像一根刺，扎在他心裡幾十年，拔不出來，也不願去拔，因為那是他自己種下的因果。他提到狄波拉，提到他們那段轟轟烈烈又最終歸於平靜的婚姻。他說狄波拉是個好女人，是他虧欠了他太多，他不該把工作的壓力帶回家，不該在孩子面前爭吵，不該在他最需要陪伴的時候選擇躲在片場裡逃避。他說到謝霆鋒的時候，聲音明顯哽咽了，停讀了很長一段時間，錄音裡只聽得見他粗重的呼吸聲，像是從胸腔深處擠出來的風箱聲。然後他低聲說：我對不起霆鋒，我不是一個好爸爸。他小時候我很少陪他，等他長大了想彌補的時候，卻發現他已經不再需要我了。這種立位讓我痛苦，但那是我的錯，是我親手把我們之間的距離拉開的。接着他的話鋒一轉，語氣變得柔和了許多，像是春冰初融時河面上流動的第一縷暖意。他說：但我最想對一個人說對不起，那個人就是亞妃王妃。他的聲音裡帶着一種少有的近乎羞澀的質疑，像一個犯了錯的孩子在向老師坦白。他說：亞妃，我知道你聽不到這段話，或者說你聽到的時候我已經不在了，所以我才有勇氣把這些話說出口。如果面對面，我永遠說不出來。我這輩子天不怕地不怕，唯獨怕在你面前露出軟弱的一面。他回憶起第一次見到王菲的場景，那是很多年前在某個頒獎典禮的後台，她穿着一身黑色的長裙，頭髮隨意地披散着，靠在化妝間的門框邊抽煙，眼神散漫而空靈，像是隔着一層霧在看這個世界。他當時心裡就落噔一下，覺得這個女孩子身上有一種特別的東西，那種東西她只在極少數人身上見過，是一種超然的、不隸屬於任何規則的自由。他說他那時候就隱約感覺到，這個女孩子佢和霆鋒之間發生些雜麼，那是一種宿命般的預感，像老漁民能從海鳳的鹹味裡嗅出風暴來臨的氣息。果不其然，後來謝霆鋒和王菲走到了一起，那段感情轟轟烈烈，佔據了無數娛樂版面的頭條，也牽動着無數人的心。謝賢在錄音裡坦言，他一開始是反對的，或者說他是有顧慮的，因為他太了解自己的兒子。霆鋒年輕氣盛，像一匹尚未馴服的野馬，而王菲呢，她是一陣風，鳳和馬相遇，可以併臂奔馳，也可以分道揚鑣。他不確定他們能不能走到最後，或者說他害怕他們走不到最後，因為他見過太多娛樂圈裡的聚散離合，那些金童玉女的故事最終都變成了鏡花水月。他承認自己曾經在私下裡對朋友說過一些質疑的話，那些話不知道怎麼就傳到了王菲的耳朵裡，他怎麼都沒說，只是在一次聚會中遠遠地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裡沒有憤怒，沒有怨恨，只有一種清澈的，像是早已洞悉一切的了然。就是那一眼，讓謝賢第一次感到了愧疚，他意識到自己的所謂顧慮，其實是某種程度上的不信任，是對兩個成年人自主選擇感情能力的不尊重。他把自己那套陳舊的經驗主義強加在了下一代身上，
卻忘了愛與不愛分如合，原本就是屬於當事人自己的功課。後來謝霆鋒和王菲經歷了分手、復合又分手，兜兜轉轉10幾年，最終在命運的安排下重新走到了一起。謝賢說，當他知道他們復合的消息時，他在家裏陽台坐了一整夜，抽完了一整包煙。天亮的時候，他做了決定，他要全力支持，他再也不做那個素人的長輩了。他主動給王菲打電話，語氣輕鬆地說：亞菲啊，以後就是一家人了。以前有雜芒配，都讓他隨風去吧。王菲在那頭沉默了幾秒，然後輕輕地笑了一聲，說：四哥，我從來未放在心上。可是謝賢知道，他欠他的那句正式的道歉，一直沒有說出口。那句話像一塊石頭壓在他的心底，隨着年歲增長，越來越沉。他在錄音裏碎碎地說：亞菲，你知道嗎？我後來仔細觀察過你和霆鋒的相處，我看到你在他煩躁的時候安靜地坐在他旁邊彈吉他，看到他喝醉的時候你默默地把熱水放在床頭，看到你在他拍戲受傷後第一時間坐飛機趕到現場，那些細節騙不了人，你是真心待他好的，而我曾經居然懷疑過這份真心，這是我這輩子做的最後悔的事情之一。他說他私下裡看過王菲的演唱會，坐在最角落的位置，戴着口罩和帽子，像一個普通的歌迷。他聽他唱紅豆，唱旋木，唱我願意。每一次聽到那句我願意為你忘記我姓名的時候，他的眼眶都會發熱，因為他知道他唱的不僅僅是歌詞，那是他真實的心境，是他對愛情的交付和犧牲。而這樣的一個女人，值得世間所有的善意和尊重。錄音的後半段，謝賢的聲音越嚟越弱，氣息也越嚟越短促，能聽出來他在努力地保持平穩，但那些句與句之間的停頓越來越長，像是跋涉在沙漠裡的女人，每走一步都要耗費全身的力氣。他說他的身體他已經知道了，肺部的陰影擴散得很快，醫生沒有明說，但他自己心裡清楚，日子不多了。他最後悔的事情之一，就是沒能早一點對王菲說出那句對不起。他總想着還有時間，船有下一次見面，船有某個合適的契機。可是時間這東西，你越覺得它充裕，它流逝得越快，像指縫間的沙，攢得越緊，漏得越徹底。他叮囑王菲以後要好好照顧霆鋒，那小子表面上強硬，心裡其實柔軟得很，像他年輕的時候，把所有的脆弱都藏在桀驁不馴的面具後面。他傳說，亞菲，你唱歌的時候，不要總是一個人剛着所有的情緒，有時候可以放下一些，讓自己輕鬆一點。你是那種把太多事情都裝在心裏的女人，表面雲淡風輕，納里波濤洶湧，這樣的活法太累了。我懂你，因為我也是這樣的人。他說到後來，聲音已經低到近乎耳語，錄音機裏只剩下他沙沙的呼吸聲，然後他用盡最後的力氣，清晰地說了一句：亞菲，對不起，船友，謝謝你，謝謝你出現在霆鋒的生命裏，也出現在我的生命裏。你讓我知道，這世界上有一種女人，像月光一樣，不刺眼，卻能照亮所有的黑暗。錄音到此戛然而止，像一首沒有唱完的歌，餘音在空中久久不散。王菲摘下耳機的時候，發現自己的臉上已經布滿了淚水，那些淚水沿着下頜滑落，滴在她的手背上，溫熱的，帶着一種自來的釋放感。她坐在黑暗裏，一動不動，窗外的夜色濃稠得像墨汁，遠處的霓虹燈光透過窗簾的縫隙射進嚟，在天花板上投下模糊的彩色光斑，那些光斑在她的淚眼裏搖晃、模糊、融化，最後變成一片混沌的海洋。他想起很多年前有一次在謝賢家裏吃飯，他親自下廚煲了一鍋老火淨湯，端到他面前的時候故作嚴肅地說：喝了這碗湯就是一家人了，以後誰敢欺負你，我第一個不答應。他當時笑着喝完了那碗湯，心裏暖洋洋的，那是他從小到大很少體驗過的，來自長輩的毫無保留的關愛。他的父親早年離世，母親性格疏離，他一直像一株野生的植物，獨自生長，獨自開花，獨自承受風雨。而謝賢的出現，某種程度上填補了那個關於父親的空洞，
雖然他從來不擺長輩的架子，總是嘻嘻哈哈地喊他亞非，像個老頑童，但他能感受到那份隱匿在嬉笑怒罵之下的深沉牽掛。他記得有一次他和謝霆鋒鬧矛盾，冷戰了整整一周。謝賢不知道從哪裡知道了，晚上11點多給他打電話，語氣裡帶着一種刻意的輕描淡寫。他說：亞非啊，我那兒子掘得像頭牛，你多擔待。不過你要是實在生氣，就打他幾拳出氣，我不心痛，真的。他當時駁嗤一聲笑了出來，所有的陰霾在那個瞬間煙消雲散。謝賢就是有這種本事，他用他那種老派港式的幽默和豁達，輕飄飄地化解了所有沉重的東西，讓你覺得天大的事情也不過是一碗湯、一個笑話、一個電話的事。現在那個打電話的人不在了，那個煲湯的人不在了，那個在銀杏樹下等他的人不在了，那個在錄音裡用盡最後力氣對他說對不起的人也不在了。王菲把耳機從耳朵上取下來，小心翼翼地放回那個牛皮紙信封裡。她的動作很輕，像在安放一件稀世珍寶，或者說像在安放一顆依然在跳動的心臟。她站起身走到窗邊，拉開窗簾。夜色中香港的麥加燈火像一片倒完的星河，每一盞燈後面都有一個故事，都有一場相聚或離別。而她此刻站在這片星河的某一隅，感受着空腔裡那種空衝的無法用言語名狀的情緒。那是悲傷嗎？是，但不完全是。那是遺憾嗎？也是，但也不全是。那裡面存有一種被理解的釋然，一種被承認的安慰，一種跨越了時間和解的知道的和解。他拿出手機，給謝霆鋒發了一條簡訊，只有4個字：我聽到了。很快，手機屏幕亮起，謝霆鋒回了一串省略號，然後是一句話。他說完那些話的第二天早上就走了，像是把所有的心事都卸下了，走得很安詳。王菲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然後刪掉了輸入框裡打了又刪，刪了又打的幾百個字，最後只罰了2個字：知道。他知道謝賢這一生風流過、輝煌過，也荒唐過，但最終他選擇在生命的盡頭卸下所有偽裝，把最真實、最柔軟、最愧疚的那一面留在了這段錄音裡，留給了他。這是一種怎樣的信任和託付？他不敢心想，因為一想，那些剛剛乾涸的淚水又會重新衝上來。他重新戴上耳機，把錄音又從頭播放了一遍。這一次他沒有哭，只是靜靜地聽着，像是在聽一首老歌，聽那些音符背後的故事和情感。他聽到謝賢在錄音開頭說自己年輕時在天台練劍，差點從7樓摔下去。他聽到他說第一次拿影帝的時候在台上忘記感謝自己的母親，下台後躲在廁所裡抽了自己2個耳光。他聽到他說這一輩子最驕傲的事情不是演了多少部電影，而是他的兒子謝霆鋒最終成為了比他更優秀的人。他說：你做到了，四哥，你是一個好父親，雖然你知道了，但你終究到了。他聽到那句對不起再次響起的時候，他輕輕地對着空氣說了一聲沒關係，然後他停讀了一下，又加了一句：謝謝你，四哥，謝謝你的燙，你的銀杏樹，你的錄音，全有你最後這份沉甸甸的真心。窗外的夜色漸漸退去，天邊泛起一線魚肚白，新的一天即將開始。街道上開始有了早班巴士的引擎聲，早餐鋪只升起了裊裊的炊煙。這座城市在晨光中甦醒，依然車水馬龍，依然熙熙攘攘。而謝賢已經不在了，但他的聲音被留了下來，留在那段47分鐘的錄音裡，留在王菲的耳朵裡，也留在所有聽過這個故事的人心裡。王菲關掉錄音機，把它放在胸口的位置，靜靜地感受着那個已經冷卻的塑料外殼傳嚟的微涼觸感。她閉上眼睛，眼前浮現出謝賢靠在銀杏樹下的樣子，他咧嘴笑着，眼角的皺紋像一把折扇。他說：亞非，生日快樂。然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遞過來，他說：這裡面有些話，等我走了你再聽。原來他早就計劃好了這一切，這個老狐狸，這個老頑童，這個一生都在鏡頭前演戲的人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終於演了一出最真實的戲。那出戲的名字叫做告別，
而告別的核心是那句他這輩子從未對任何人說過的對不起。王菲站起身，走進洗手間，用冷水洗了一把臉。她看着鏡子裏自己那雙微微公眾的眼睛，嘴角慢慢地向上揚起一個弧度。那個弧度很小，小到幾乎看不出來，但那確實是一個笑容，一個帶着淚痕的、釋然的、通透的笑容。她知道從今天開始，她的生命裡多了一樣東西，那樣東西不是包袱，而是一份禮物，一份謝賢用她最後的時光精心包裹好的禮物，裡面裝着她的歉意、她的祝福、她的理解，全有她那種不羈了一輩子，終於在最後學會了溫柔的愛。她走出家門，清晨的風迎面吹來，帶着露水和青草的氣息。她深吸一口氣，覺得胸腔裡那些鬱積了多年的塵仿佛在這一個清晨被風吹散了。原來被理解是這種感覺，原來被道歉是這種感覺，原來在一個人離去之後依然能感受到他的溫度是這種感覺。他拿出手機，翻到通訊錄裡謝賢的名字，那個號碼他一直沒有刪。他點開對話框，打了一行字：四哥，你的錄音我聽了，你的對不起我收了，現在我也有話要對你說，謝謝你，真的謝謝你，你是我見過最率的男人，不是因為你的臉，是因為你的心。他沒有按發送鍵，他知道那個號碼永遠不會再有回應了，但他覺得這些話必須打出來，像是在完成一個儀式，一個送別的儀式，一個讓靈魂得以安寧的儀式。最後他刪掉了那行字，把手機放回口袋裡，大步走向馬路對面那家熟悉的茶餐廳。他點了一碗雲吞麵，熱氣騰騰的燙麵上飄着翠綠的蔥花。他拿起筷子，低頭吃了一口，然後輕聲說：四哥，這碗麵我請你。窗外陽光正好，金色的光線鋪滿了整條街道，行人匆匆，車輛穿梭，所有的聲音匯聚成一首叫做《生活》的交響曲。而在這首交響曲裡，有一個音符已經永遠地靜止了，但它曾經震動過的空氣，依然在無形中蕩漾着、擴散着，觸碰着每一個靠近它的人。那是一種餘震，更是一種餘溫，溫暖而綿長，像謝賢最後那句話裡的停讀，像王菲眼角那一滴終於落下的淚，像他們之間那段跨越了解與時間，最終抵達和解的情誼，永遠地、安靜地、熠熠地生着光。